因为再加上周末嘛，最近这2天流动性差，假动作多，所以千万不能重仓。所有单子只要是在周末，不管行情有多么的剧烈行情有多么的好都要清仓在这个周末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太不稳定，就是结构出来它也是特别的比平时都不稳定。尤其在6万这个附近，特别容易上下插针所以不要在6万这个位置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过多的频繁交易。而且周末呀，确实也特别呃适合又多又空，因为对于主力来讲成本低嘛啊，再加上呢传统的一些市场金融市场不开盘休市ETF 呢也不会有什么动作盘口又薄，那合约这种杠杆资金就可以在这种用较少的成本去推动价格向任何一个方向去走，所以经常你会在周末看到什么呢？就看起来像突破了但是你看周一它得不到确认